你係咪曾經因為某啲特質而感到自卑？比如身高、外貌、能力，或者係某啲過去嘅經歷？其實呢啲讓我哋痛苦嘅自卑感，往往並非嚟自真實嘅不足。被討厭的勇氣中有句話好深刻，困擾我哋嘅自卑感唔係客觀性嘅事實，而係主觀性嘅解釋。呢句話點出咗一個重要嘅真相，我哋以為嘅缺陷，好多時候只係我哋內心嘅詮釋方式。諗下睇，同樣係身高160公分，有人覺得呢個係缺陷，有人卻覺得咁樣剛好。同樣係內向嘅性格，有人認為呢個係弱點，有人卻將佢視為深度思考嘅優勢。差別喺邊度？差別就在於我哋選擇咗乜嘢樣嘅眼光嚟看待自己。當我哋開始理解呢一點時，改變就有咗可能，因為我哋發現原來困擾我哋嘅並唔係事實本身，而係我哋對事實嘅解讀。自卑感最容易喺比較中產生，我哋睇到別人嘅成就、外貌、先至能，然後唔自覺咁攞自己嚟對比，結果越比越沮喪。但係呢種比較其實係一個陷阱。當我哋將注意力都放喺別人身上嘅時候，就忽略咗自己嘅獨特價值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、自己嘅道路，將別人嘅標準套喺自己身上，就好似着住唔合腳嘅鞋走路，當然會感到痛苦。更深層嘅問題係，比較讓我哋失去咗對自己真實狀態嘅客觀認知。我哋變得過度關注他人嘅評價，卻忘咗問自己：我真正想要嘅係乜嘢？我嘅價值觀係乜嘢？我要過咩樣嘅生活？當我哋陷入比較嘅循環時，就好似一直喺別人嘅賽道上邊跑步，點樣跑都唔會到達自己想去嘅地方。真正嘅成長係返到自己嘅道路上，用自己嘅步伐前進。被討厭的勇氣裏邊仲有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：把自己嘅身高睇成係優點定係缺點，呢個全憑你自己主觀決定。呢句話道出咗重新詮釋嘅力量。每個特質、每個經歷都可以從不同嘅角度嚟看待。身材嬌小嘅人可以講自己靈活，亦都可以講自己唔夠威嚴；內向嘅人可以講自己善於思考，亦都可以講自己唔夠活潑。關鍵唔在於特質本身，而在於我哋選擇用乜嘢樣嘅眼光去看待佢。呢一種重新詮釋嘅能力，其實係我哋每個人都擁有嘅天賦，只係好多時候我哋習慣咗用某種固定嘅角度睇自己，忘記咗其實我哋有選擇嘅權利。當我哋開始練習從不同角度看待自己嘅特質時，會發現原來所謂嘅缺點，往往亦都蘊含住優點嘅種子。關鍵係我哋願唔願意去發現，願唔願意俾自己一個重新定義嘅機會。雖然我哋無法改變已經發生嘅事實，但係我哋擁有改變主觀解釋嘅完全自由。呢個係一種好美妙嘅自由，因為佢意味住我哋唔再係環境嘅受害者，而係自己生活嘅創造者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可以重新選擇對過去經歷嘅詮釋，會發生乜嘢？嗰啲曾經讓你痛苦嘅回憶，係咪可能成為你成長嘅養分？嗰啲你以為嘅弱點，係咪可能成為你獨特嘅優勢？呢一種自由並唔意味住逃避現實或自欺欺人，而係意味住我哋可以主動選擇生活方式，唔被既定嘅框架所束縛。我哋可以決定要用咩樣嘅態度面對挑戰，要從咩角度理解自己嘅經歷。呢種選擇嘅力量，讓我哋從被動變為主動，從受害者變為創造者。我哋開始明白，生活唔係發生喺我哋身上嘅事，而係我哋點樣回應所發生嘅事。當我哋意識到自己活喺主觀世界中時，整個人生態度都會發生根本性嘅轉變。我哋唔再等待環境改變，而係主動改變自己嘅視覺。我哋唔再抱怨命運不公，而係開始創造自己想要嘅生活。呢一種轉變並唔容易，因為佢需要我哋放下好多習慣嘅思維模式。但一旦開始呢個過程，我哋就會發現自己擁有咗前所未有嘅力量，重新定義自己，重新選擇生活方式嘅力量。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，呢個不只係對自卑感嘅超越，更係對整個人生嘅重新掌握。我哋開始明白，自己先至係生活嘅真正主人，而唔係環境嘅奴隸。呢種主動選擇嘅生活方式，讓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唔再感到無助，喺面對挫折時候唔再覺得絕望，因為我哋知道無論發生乜嘢，我哋都有重新詮釋、重新選擇嘅自由。理解咗主觀解釋嘅力量之後，如何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呢種選擇呢？呢個需要我哋培養一種新嘅覺察能力。當遇到讓我哋感到沮喪或者自卑嘅情況時，我哋可以停落嚟問自己：我而家係用乜嘢角度去睇呢件事？
仲有冇其他嘅角度？如果換個視角，呢件事會變成乜嘢樣？比如，當工作出現挫折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把佢睇作失敗嘅證明，亦都可以將佢睇作學習嘅機會。當別人批評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選擇將佢當作攻擊，亦都可以將佢當作成長嘅提醒。呢種練習需要時間同埋耐心，因為改變思維習慣並唔容易，但係每一次嘅練習都讓我哋更接近真正嘅自由，不被外在環境控制情緒同埋自我價值嘅自由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要記住呢種選擇嘅權利永遠喺自己手中。無論面對乜嘢樣嘅挑戰，我哋都可以重新選擇要用乜嘢樣嘅眼光去看待佢，要讓佢成為阻礙定係成長嘅階梯。願你喺接落嚟嘅日子裏邊，能夠善用呢種重新詮釋嘅力量，揾到屬於自己嘅生活方式，活出真正嘅自由同自在。